哎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啦，到嚟收聽，邊咧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一隻特別哦，呢，這個禮拜嗬，我錄音嘅拜六，呢時陣都是大選嘅拜六，然後當佢啲算白表了，唔是算白，算抓字了啦。這個禮拜咧，我哋特別嘅邊Clubhouse，唔是 Clubhouse，Google Meet 裏面有攞嚟特別嘅，點解叫你走去啊？我特別嘅邊是。老椒豆嘅加老椒阿涵歡迎，大家好 ，Hello，大家好。了我能夠有 Clubhouse 合併會朋友 ，Clubhouse 朋友裝咧南西啦歡迎，哎呀普吉南西 ，Hello，唔是話，個有阿蕉，個有阿玲。Hello，叫阿龍。哇，我講 Hello，個到底係人喺嗰個 meet 下邊個嘅個男人哦嗱阿龍會嚟啊，嗰個 meet 下邊摸咧應該點？個真係冇清晒，應該點？你咪 sexy，佢哋冇清晒啦。哦，這邊做咩？哦，是我哋係咪嚟？冇你揾你嗱，你邊做話你係咪咯？就是阿龍。哦，你攞冰區嘅時候，我睇隻歌係咪數啊？呢邊做一點片。我一攞冰區先，所以 Clubhouse 個區先แล้ว我俾人做琴時少就冇關係。小姑冇落咗呀？我就啦。咱九個月落音喎，九個月落音喎嚇。十個有嗎？九個月冇嗎？哦，九個月到馬來西亞。我諗冇落。十個月咧？你到馬來西亞咧，你十個月冇落嗎？係啊。哇，十個都有落啊！十個月有啦，你講4點正啦，就 topic。係咯。咁我自己講嘅4點正啊。下個都自己講嘅4點正哦，聽我走啦，冇查去佢呢個。咱嚟介紹一個英國點啦，英國點嘅 Gilly。Hello Gilly。Hello， 大家好，大家好。แล้วก็ลองเขาเดียว當今阿龍阿龍ก็出去啊。阿龍都出去啊。แล้วก็ตัวที่ Clubhouse ค่ะวิว่าว่าอยู่แต่พี่ไปขี้อะไรกันอ่ะวิว่าขี้ชิวแต่พี่ว่าคันอีบีขี้อะไรคันเนี่ยไอ้วิว่า make sure you accept 出去多啲係 accept อยู่當時咱冇 accept 我們看你一點嗎？往時一第一 request 係嗬，讓 accept 嘢嗬，一個就 accept 嘢 invitation 你可以起來，但係冇 accept 掉就俾啊，嗱冇嚟講就出去啊，佢就嚟對。OK，這個禮拜咧，我嘅話題咧就是會講開刀。啊，最近咧邊咧學見咧有淡我嘅邊咧學見嘅 member 嘅苗淡薄紅，然後有淡薄紅，所以我人特別請一人來講者，伊紅嘅紅樹講出去啊，好都冇樹啊。就是咱人，那時候咱是講咱要有紅咧，唔是來紅啦，是講那是你紅樹來講嚇，你個袂要成個買無好嘅樹來，咱係使請咱邊咧學件 T-shirt 咯，邊咧學件 T-shirt 咧，邊咧學件 T-shirt 咧，就紅紅嘅嗬，紅紅個袂害人，แล้ว句掛線藤，所以咱請嘅咧，邊咧學件 T-shirt 都冇樹啦，แล้วไปกับลองข้องจะสีเหรอไม่ดีใช่ไหมกันแล้วอ่ะ即係呢排啊你，我想歡喜啊啦，我的確未咁。你知唔知我這禮拜我對佢們嚟寫是我嚟浪啊，到底講邊對佢等我嚟浪？你阿做晒出做 live 嚟浪。唔是唔得，做晒出，但係書報看啊自敗。OK 唔是做晒出咩？啲家己買厝啦，家己買厝，啊！做晒做家己買厝，家己本未清楚。OK，แล้วก็今日ก็另外就特別嘅邊位話起來啊，位話就是本是最近話咯有開刀嘅啦。OK，嚟，今日我俾下豆嘅講成豆嘅嚟講就係你最近有開係咩刀誒？嘛普吉，做乜睇到 echo 嘅嚇？到啲 Clubhouse 入邊應該係 view 話啩。嚇，view 話係成日 view 話你豆麥咩？還是你用你 phone 呢？
冇啊，我用 iPhone 啊。OK OK 啊，唔是俾我俾別人嚟講到對豆嘅，你最近本開到嘛？我開八隻骨嘅刀開八隻骨嘅。係咪數嗰隻？伊個八隻骨伊八隻骨伊個骨一定有兩骨嘛，所以伊兩骨伊跌掉嗰時候，伊回到啦，能good，你是成個講咩華語啊 ？Mandarin 啊，能不能？你係到底夾打啦？能 good。是那真係叫能 good 嗎？女 good 哦。你講嘅是女 good， 女 good 就是女 good。我明白，是講我聽我未打很難笑啫。咱就伊直跌掉，所以那邊伊能 good 那邊伊有個 liquid 嘛，所以 liquid 噴出來啊吼，伊跌掉我係 nerve。我係見，所以我係擺手嘅卡無拉沙無感覺。哦，了一下爸爸好呐。交保都不是爸爸啊，因為我保都開得多，不是個爸爸嘅。你一開得多是安怎過來伊敲係跌了。伊是我頭晚係跌掉。佢話阿伯把車，然後伊就。用個 laser 就去我八隻骨那邊伊 remove 掉伊去除曬佢個 liquid 個面啊跌掉我神經線咯。伊是伊水，伊內面有水啊，伊水就熱掉，伊水到啲內面咧，伊個 pressure 成日熱，所以跳個水出來是唔是？伊解個水出來。哦。OK， 那個就是人最近開到來去招者本人嘅朋友維娃娃最近開到，講下你嘅即係，可能人講下詳細講啦。我都唔是開到。開到啦，伊是 surgery 本來，但係伊是唔是講。伊唔是嘅刀開刮開，伊個咧細拍即坑你看下。對。拍坑了。手和並接咯。哦，你是就對手，伊是唔是？你講下你係咪屬性啦？我即個心臟嘅會見到他。幾時啊？這是幾時？有一條咧100%10月中啊，你看。OK。10月中啊，你看啦。有一條呢是100%咯，有一條是 around 70%咯，你看。แล้ว對。你定住即係阿老唔是即係冇冇唔是咩？當你老官啊安國中會發得一條嘛？你知啊？是啊，我冇去看喎，冇去問喎。我一定問是到底，一直來是你冇啲先，在做啲 clubhouse 就攞小筆記，所以你知得一條。你有 multiple choice 驚喎。LAD。我唔知喎。總之伊講唔是大條嘅就對啦。Right anterior descending, right circumflex， 驚住你啦 ，ABCD。佢你咪驚 VN 啊，是 BR 啊，是。PH。伊唔是大條嘅筋就對啦，伊是細條嘅筋。然後呢，一條伊嘛有做嗰啲，係咯，一條嘛做 stand 咯。because 較大條嘛，另外一條咧是較細條嘅咧是冇做 stand 啊，時候你可能可以痛嘅。你係咪 ？Actually 冇啊，唔是咁樣 ABCD 啊 ，ABCDEF 啊 ，marginal 啊 ，left marginal 啊。我講你隻 option，伊講你隻 criteria 咧，你個 figure up 未掉㗎？冇啊，伊都冇咁樣講係咪？你 doctor 啊，你就係 doctor 哦。佢冇解釋我你當 doctor 就是冇解釋嘅，人哋驚就是你問姐姐了嘅。
甲你講，你去見老掉最啊，你講伊介紹嘅，個人都唔知講咩名日本咋，我啲個人咪是看到電視就講你話，我幾類啊，我尤其是你啲破病掉，是你人都冇好事啊，一個你講係咪？伊個講啊，成時都是老姑娘嘅咋，講個伊用字嘅了話，我聽啦 OK，好啊，你聽到佢伊他派星地啦噃。哎呀，阿伯你用咗 iPhone，你少聽了，你解落起來，拄夾你朋友時你去問人啦，你朋友咪是知那是แล้วจะมี講วิวว่าตอนนี้จะมีการต่อเสียงคลิกแล้วมา sorry 我那個我你 mute 你咪係 mute 你咪哦OK 我 mute sorry 我就是安尼咯，你當然是係我講伊 process。不，講你正形性，講你心臟病係咪屬於經驗？我是安尼看，我困了吼，แล้ว我就感覺就講，按怎八隻骨成個疼在哦，แล้ว伊個疼吼是伊無一個點疼誒。你明白我講咩？成日講，你把隻腳疼咧，你sometimes你會掟掉嘅嘛，一個位嘅，你可能平時特別疼嘅，像 muscle 啊，水疼你嘛有一個一個點啊，你看咯嗬，但係呢個無啊，呢是規片嘅即個把隻腳嗬，疼嘅喎，แล้ว一疼แล้ว嗬，แล้ว我就感覺到講。是真正無爽啦，แล้ว我嗰陣時6點幾嚟講早起，แล้ว我 continue 困咯，我感覺到講應該是閃到骨還是乜，แล้ว一疼，แล้ว我嘛 continue 困咯嚟講咯，แล้ว希望講 tomorrow 請嗰時應該是 OK แล้ว啦嚟講啦，咁咧就我請起來嗰時嗬。伊頭那時無疼，我一坐起來那時喎，伊就 start 過再疼了，แล้ว一刀嘅疼吼是疼到頭前嘅 chest， 我冷實並本會疼。哦，會係咪？แล้ว所以到底後尾疼就疼起來頭前去啊？疼到頭前去啊！แล้ว伊個疼吼上加真正無正常了，伊個疼是總之是規片規個，我袂曉安怎 describe 咧。總之你吹無伊疼佇倒落來嘅，你講你掟啊，你身軀喎吼，你無一個位是會特別疼，你講伊是規個就是疼了，แล้ว我就start 流汗喎。聽個會流汗喎，แล้ว我就感覺到講，因為我出來人咧本是話呢款呢地啦，我媽本是我媽伊未死以前咧，伊本是安尼款呢，聽咧，แล้ว流汗แล้วขังคอขี้ขังคอ呢款，แล้วแล้ว我就有一個，對流冷汗，แล้ว我就有一個。成日講靈感嘛是我就是想到我係媽安尼款咯就，แล้ว我講安尼款應該唔對了啊，特別去 hospital 了安尼款，แล้ว嘛家己換車去哦，攣掉啦，疼不是攣掉啦，แล้ว伊疼特別好彩啦是。伊毋是大條嘅筋啊，伊毋是迄個較 major 嘅迄個血管嘛吼，所以伊疼本無講成日講會做甲你規個人失去安尼款啦。แล้ว如果是會攣咯，個咯，แล้ว攣了慢慢去哦，แล้ว去到那時doctor 就講袂啊，你即個就是心臟病了誒，because 是人。有經驗嘛，一直看咧，一直知。你唔是講你去 hospital 嘅時候，家己換車去咩？你？對啊，我換車去啊，然後我去找北京個。你可以換車，
佢係除北京，特別我無看見 emergency，我去除北京。你都交學期。แล้ว係我請好事啊！แล้ว係好事啊！แล้ว我就落去樓下咯。แล้ว落去樓下時嗬，我就未啊！我就正勤課咧。我同佢講下，我同你人講下，未啊！都人有人喺你架你車嚟塞我去，因為我愛去 emergency 啊。然後我心肝頭就痛 chest pain 啊！你講，咧然後就慢慢嚟啊咯 chest pain 啊！你講你就架你就醫啊咧。ลู่去啊嗬，แล้วด็อกเตอร์就講啦咯，講你你 chest pain 啊，我看到是心臟病啦，แล้ว就做佢哋 G 係咪啊？EKG 係啊，尿咧ECG 啊 ECG 啊 ECG，แล้วมา做啊時講啊你 graph 出嚟啊，你這裡是就是心臟病啦 ，OK， แล้วก็ที่聽嗰隻ที่聽過，然後聽，講你攣掉隻，我慢慢去叫你 doctor 嚟啊，一嚟啊就塞入去做 operation 了啊，你就講咯，當佢塞入去看講有多一條血經就塌咯，然後就塌咧就是輕條就痛咧，你看，即是咧惡嘅心情唔好嘅猛增嘅老官啊。แล้วอีกหลายเนี่ยแต่แม่แล้วมาอันจ้าลูกอันเนี่ยหัวว่ารู้บรรลุ40 歲เนี่ยฮะแล้วก็講ไม่ตีโย啦ไม่กุ้ย啦ก็โชว์รู้นะฮะ啦嗰啲係แม่啦嗱嗱死咗เป็น嗰啲แม่ว้าอีแม่ว่า講嚇รู้嚇parents แล้ว有妹嘛แต่就有妹嘅รู้即係有 history 家族歷史啊，你講沒有嚇？แล้ว我講有啊，我媽講話，你啊嚇，你意思特人嘅人名，你用福建話用福建話名啊，你就再講老老官嚟嗬，老啊，如果安尼講啊嚇，個只間嘅背啊咩啊，老啊嗬，老老官嗬，老了，OK，這是老款嘅老官神咧。終於說安妮無禮貌。這邊只是老老官嘅款啊，嗬。冇意思，我同你講，一時多南都hospital 嗬，一出名就惡了嘅，然後一路咪你睇啊邊？We 話韓Dr. Neil 啊。哎呦，我對，一段你咪之前學會做 medical officer 嘅時啊，但係我代表做 intern 嘛，我做 internship 嘅時，一代表做 medical officer，派嘅事嗰啲咩 patient 呢？然後我再講一 join。那麼也是我小個代表我會走咯嘛，你是咧是我覺得哎呦死一間啊來這死嘅必須冇去命一隻無是唔是老咯，咪就講伊是老，伊是 maybe 嘅大人是 maybe less than 10 years 呢maybe 是佢看得超老啦。แล้ว水款嘅啦，頂到我呢就未動嘅到之前時啊哈，那直講咩 patient 呢？我知我一種你老官成日看呢，伊唔是講伊唔是講伊講唔對嘅物件，冇那特別伊是睇老頭腦老牌這種嘅老官啊。咪試過你嘛先咧？白曬命啦嚇，真正不就差了啦。practice zero 嘅，你白曬命啦。冇白曬命啦，直頭是成個你老。少就少咯。แล้ว到幾多老官呢？我係我格等啦嚇，因為我是係咪你老官格等啊？係咪真係就係等啊地？我冇行過。你講數卡你講數卡等OK 嚇。因為我是10個頭，甲發現到我嘅骹，我嘅擺手嘅骹
爸爸款，係咪？所以我就 sorry，白手是咩？會卡是咩？ left side 哦，多邊多卡爸爸。哦，誒，等陣我冇聽過喎，這個話白手。阿龍冇聽過。白手啊。哦，白。白手啊。阿龍聽過。阿龍我聽阿龍嘅面上只 confusion 呢。我講白超，我成講一手條上啊擺起在哦。好啦，白超白卡白超。阿龍冇聽過哦，隻手白手。冇上地叫嘅人誒。哦，福建嘅啦，是隻巴生嘅福建咧。我就係啱啱講福建嘅啦。巴生嘅福建是叫做擺餅啊。多超啊，加超多超咯啊 ，OK， แล้ว多超吧，你安怎？多超啊，把咯，所以我就就看老官咯，and then 我就等個做位，把隻阿伯就阿伯，有幾阿伯話有阿伯話有聽。 OK 啦，可以俾關。諗下特股嘅啦，特股肯定嘅事依漸仲病啊，賣講嚟。我真係話嗰啲我係做啲朋友。唔是豆嘅了，佢嘅了。小氣啊！啊，來豆哥。所以我就看老官。啊，咁細聲，而家較細聲啲。啊 ，continue。所以老官就講我阿伯把隻人個拗掉，所以就講拍站。拍站咯。拍站啊！然後我就拍站，然後就拍站咧，我個 still 感覺到我係多卡，嗰時上嗰個。哇！搞咯，搞咯，多卡係咩？嗰時爸爸，我個爸爸個，所以我就應該是伊腰個無行去，所以我就小伊咯，我就嗰時 still 去做工啊吼，做工啊，然後第二工吼，第二工我就第二日啦嚇，我個 still 感覺到我嘅腳不是冇咁爽快，然後我嘅小腿就開始start 就比較痛了。哦，小腿。我四腿，就實入邊爸爸入邊聽款，行袂遠，因為吼行到500米等翻後，就等佢做我腳聽我在做。500米真係遠咗咧。From New Wing 行到 Old Wing 翻咯，500米等翻啦，所以就等佢做聽，所以我就愛找一個地方做了。所以做了咧，佢行埋你去我 office，就等佢就冇咁豬皮咁翻了，因為吼聽。邊行就聽了，所以我就甲我嘅同事講，我個看老官，所以伊就講我叫你個看咯。我就個看老官啦，我就對佢講吼，其實你嘅情形是嚴重要，因為吼你開始感覺到你多卡爸爸啦，就是感覺到冇咩有好嘅symptom了。所以我就感覺到冇咩水平啦，因為感覺到行不是行。還沒本裝，沒本是冇啲片玩了。你聽啊，看到古啊，那個去看到棍。我是爸爸先嘅。所以你去爸爸先度看到棍啦。看到棍了，然後我是看到第二家感覺到聽。所以我就無法度靠我嘅保險嘅agent咯。伊就講我就解釋佢知影我嘅情形上面情形，所以就。你就聽講哦，你情形甲我相款，差不多成個甲伊點擺嘅情形相款，所以就講哦，你就甲你嘅腦筋也係腦筋啲，你去看專科，所以我就甲伊腦筋啲咯，腦筋啲。伊是專啥物科啊？即後尾把隻骨嘅科啊？伊是orthopedic。希望我講對啦嚇，英國中。乜名話嚇？我特別啲是看骨嘅啦。我特別啲是唔是？我都是骨嘛是哦。是，所以我就也一配就過去哥倫比亞嘟。咁啊，東嘟。kita Colombia 嘟看到過。Colombia 嘟，Colombia 嘟看到。你使講 Colombia Asia 啦，你講到一間。所以 Colombia 一間。所以我就去 Colombia Asia， 我跟到我厝嘅 Colombia Asia 看，所以我就即搞當時候本是冇咩會行，然後行邊行就行了。所以我就搞到我間厝嘅咧就 register 我咯，register 我了就好在啲我就
以後我係我唔是特登我管，所以甲方便講話咯。所以就你佢入邊嘅點先就講啦，嗬，就 start 驗我係，I mean start 做應該做嘅物件咯。用廿幾物件嚟對我嘅卡，因為也陣間面因為我講把嘛，所以就講我，伊就對講我，是不是？大家對我有話說的無？我講，大家對呢個物件對入邊我無感覺。拄啦有等個度有物件拄掉啦，但我是無個度聽，因為是伊爸爸啊嘛。所以伊就講哦，你整個是上個 prolapse 嘅情形 ，but under S1。所以講係咩 prolapse 嘅？係講咩嘢？prolapse 裡面就是我阿妹我估我按咗你冇咗，阿妹我估 prolapse 是係咩啊？prolapse 啦，伊人講即阿伯 slip disc 係叫 prolapse。伊是阿冇話嚟㗎，阿妹伊是阿冇話嚟。prolapse。我想學緊話，想學緊話啦。prolapse 啊，prolapse 你是講 prolapse 啦，人係講啦，我是唔知啊。prolapse 嘅意思係咩啊？係阿龍學點唔是即英國點解釋啫？prolapse 意思。你按鈕英國點？等陣不要佢。OK， 等陣 ，sorry。你問下咩 prolapse disc 係咩啊？slip disc prolapse。OK，你係夾骨是，一個骨塌，你係明白。像咱只你排骨帶先係，還是滾湯咧排骨。叮當嘅骨袂使白，因為攞地骨，若是袂叮當呢，伊袂使。唔會拔掉骨當骨，因為伊拔掉。講啊，伊拔骨袂使拔白嚟骨嘅啦。所以大骨嘅叮當嘅有一個女嘅物件，cartilage。女骨。啲入邊嘅胖啦，啲胖啲骨嘅胖有一個女嘅物件，只叫 cartilage 啦。特別啲女嘅呢 cartilage，較特別。cartilage 是上加，第一好講是上加大嘅就是了啦。就是入邊有，只 donut 呢？上加 donut，入邊有 jelly。菜人。特別你知啦，人較有會了嘅時，sorry 啊，我嘅你無間係有會啦，特別。平常時呢，人較有會時，伊個外邊燒伊個 jelly 入邊嘅較滷卜，然後伊滷卜嘅時有會到伊個爆炸，爆炸了伊 jelly 拖出，伊 jelly 是舊嘅，成個菜園嘅款嘅然後伊拖出上隻，伊若是爆炸，若是無好學起，伊爆炸啲路因為夾隻筋啊，spinal cord 啊，伊咪是弄掉伊咯，弄掉伊咧掉落嚟 spinal cord 啦。所以你怪啦，你會卡呢，你未感覺不行啦，你會卡把掉，成個未伊筋未 rasa 未感覺物件咯，是安尼意思啦，因為你伊個。prolapse 係咩意思？prolapse specifically prolapse 係講伊破氣，伊拖出啦，拖出嚟啊！特啲裡面物件冰出嚟，你看，特啲裡面物件拖出嚟，伊菜園特啲裡面你嘛本地，走出嚟個口，就是叫做 prolapse。走出嚟拖出係安尼款叫 prolapse 咯。OK，拖出咗掟掉你會擠掉伊骨一筋。你夾隻筋，แล้ว你會夾隻筋，嗱是你掟掉伊個筋落去，你會卡嘅呢，你會卡就影響到了。OK 啦，阿豆哥，感謝。所以伊就prolapse 啊，prolapse，阿豆講叫做 prolapse。prolapse。所以就講愛做 MRI 加 X-ray 咯。但
特別咧，佢講嘅嘢 slot 無 slot，所以就講伊就 schedule 我去後禮拜，後禮拜做咯，所以跟住咁時就唔知咩大日子啊，有一個大日子，所以就叫我拜二家過去做我嘅 scanning 係咩物件咯，所以就我就拜二我就過去做我 scanning 嘅係咩物件，做好了咧，伊就看我嘅 result，看我嘅情形就係講吼。或者嚴重啲情形，因為我嘅 jelly 走出來嘅時候，跌到我嘅筋，我嘅隻卡都卡嘅筋跌下膠啦，所以我嘅跌下面跌下膠啦，係咪？哦，真係嚴重啦，是講。跌到了，伊 affect 到我嘅 left side 咯，所以伊就感覺到我嘅卡白白開咯，所以講伊未做，因為伊唔是做這行嘅伊唔是做這個 operation 這個 surgery 嘅老闆，所以講伊會介紹我去另外一個老闆，特別咧個老闆咧，伊叫我過去咧，我卡過去做 appointment 無 slot。啦，所以我就查這個車步就 any answer any 老闆的 OK， 所以我就解決下個 UMSC 咯。UMSC 係咩 ？UMSC 老闆出來啊 ？University Malaya Specialist Center。所以我就解決就卡過去，伊就講 OK 咯，伊有 slot on that。幾禮拜個，所以我就解決阿爸媽嚟講 OK 咯，就去看咯，都去看咗先係就看把你話 MRI scanning 係咪明日看伊講我，你 S1 你下嘅你八隻骨 S1 哦，低個邊個話，然後我嚟講我係水骨我係水腿本痛，所以講我你 L4 L5 本會影響到。แล้ว你ไป個去到老闆厝嘅時候，你是擺開過多個人哦？唔擺頭一擺。你講係你頭一擺經驗啦，安怎你開到你話撒嬌啊，還是安怎？你我講緊了我係情形故事啊，是講緊。免啦，夠啦。咱講開到嘛，咱唔是講要骨痛嘛。我要再陪再講你情形是安怎啦，你講開到是我嘅未了解。OK， 開到咧我就入過號入樓。入過去啲樓，這交老公水點先就做嘢手術咯，手術做好了咧就等做 RTK。呀，我講物件妹咯，你未開到以前嘅時就早自就是別使食物件，別使啉水啊，咪好。我是早一日入老公厝，因為伊該做伊應該做嘅物件。OK。所以我就入過去啲樓，所以就另外一個老公來看我咯，因為伊即手術咧有兩個老公來做嘅，兩個老公本來愛講愛 agree with same thing 伊該做，無伊兩間個愛Samsung 咁樣愛該做嘅，所以就個另外一個老公來看咯，伊就看了伊就講我就問我情形係咪明樣咯，我就佢講。上塊面咯，就能夠唔就嘅老公就嚟嚟，就問嘅老公是唔是上塊面嘅，是唔是伊所以檢對面加檢面嘅上塊講是，所以就兩個老公講 OK 啦，所以就做咯，就講一個做些手術咯，所以冇做到曬就講跳機會，跳會，驗會，跳會，驗會，會就是會，會。會，所以就跳會，然後就嗰做CT scan，然後就你冇做感風 scan 啊？感風 scan 呢？你 CT 嘅感風嘅嘛，我看過啦嘛，就是。你係咪是冇做 MRI？冇，因為 MRI 我那 Columbia Asia 做了，所以就有我 MRI 了啦。MRI 有了，所以今日看 CT scan 看伊安怎開入去我嘅骨入邊。了。所以就係咪明日做了，所以就過來
用我waist 咯，因為嘢我到嘅 waist corset。red corset after 我做我嘅手術，做咗手術了咧，然後我穿伊嘅一種嘅一種嘅 stocking，因為我做咗手術，我就愛破多邊骨，因為多邊骨，所以就講嘅 cover 嘅 prevent 嘅 blood clot 那裡卡。compression stocking 啦，prevent vein thrombosis 嘅。是，所以就係嘛嚟做咯，做了就伊無甲講就是愛 start 刮痧哦，我嘛唔知影，所以我就第二天我特別個參加第可愛就是吼，伊會把嘴死啊，是唔是啊 ？Anesthesiologist 把嘴死是唔是？所以伊個無來記我，因為伊愛來了解我嘅情形啊，伊介好我介把嘴我嘛，所以就個無來，所以我就唔知影就是 start 就是我愛做我嘅手術，所以我就第二天入落後咧，伊就互我食菜去咯，食菜啊？食菜去食 breakfast。哦，食炸雞，食炸對 ，OK。我真係你食炸。我插嘴者啊，炸雞是對嘅咋 ，because 有一個 variant 有時講炸雞嘅，伊是冇錯嘅咋，到底是冇。我唔是講伊錯，我是聊天。伊講物件唔是冇錯，伊講物件是發生嘅。哇，係我是講我聊天，我特別每隻。OK， 所以你食炸雞啦。食雞啊咧，然後就。你食咩物件？咱講物件，不是講到食嘛？咱食咩？好，到底好食唔？有，冇邊會記啊？你記不？tuna sandwich。tuna sandwich， OK， 我發到有啦。OK， 你一就會講。就加地咯。即炸雞裏面是哪8-9點啦？嗱，7點幾8點嚟就我食了。所以我就食咗，然後就食咗，然後就那個定就冇start 冇啉水啊咯，因為我唔知就是 start operation 嘛，所以就到家食下到等先吼，伊就夾好我啊咯，夾好我啦，然後我就start attack 我咯 ，start 咗我咯，然後就嚟我就問我那到底是安怎？因為我是阿面開刀，到保留伊無甲講就是金喙，金喙。所以就佢門，你就出個門咯。你講我你唔使整啦，你應該塞啲。哎呦，嗰陣衰個好咯，我直頭看到就熟的咯。我看到，然後我嗰陣時我個學得好食，我個學得鹹糊。哦，這是你炸對食了啦，這是下晡對是啊。下晡lunch 啦，lunch 啦，所以我就死人啊，冇肯食啊，我嘅食又高。喲，如果你諗到死火攞個絲啊，玩咗好。咦，柴嚟啊喂！嚟啊！哦，死啊啦，哎呦！嚟啊！所以嚟啊，所以我就講我咪見到朋友咯，咪好啊，咪得食啦，我唔得，我咪得食啊，所以我記得我就朋友咯，又大家講我咪得嚟點先，我下面部咪使食，下面部咪使啉，因為伊講俾我濕過，所以就冇我啉，冇我伊講俾使啉乜嘢嘢，所以我就from 9點幾 start 播曬到下晡6點，下晡6點我 dinner 半嚟咯，我 dinner 6點幾半，我 dinner 5點幾就嚟咯，所以我就講好阿媽食咯，反正時間自己不冇咩叫我 order 下面好料啦，所以我就好阿媽得食咯，所以我就看阿媽得食個死苦啊，不難諗喎，然後就after that 就那時就嚟咯，就講你嚟讀咗落去做 operation 了。所以我記得就到那破啲面咯，嗰陣時我就感覺就特別緊張啊，緊張嘅，特別驚，因為頭一擺做手術嘛，所以我就就讀啊咯，然後讀啊就佢就時候我咪得講我，讀咗是講好多 IV 嚇，冇一個冇我 any drip，即是讀咗八隻嚇，冇意思讀啊。塞我去 operation。我想讀你，塞落去 ，OK。
殺我去 operation theater，所以就 on the way 殺落去陣時候，我媽就講我成日流清滾，反正我頭特別流劍，因為我唔捌開個多嘛頭一擺嘛，所以就特別緊張嘛，所以就 from 我背樓到我九樓，就到我落去一樓。因為我 operation 就喺一樓嘛，所以到我一樓後，所以我媽得搞我老母搞我 sister 到我落去咯，就到落去喺度我唔使點樣，所以就到我落去咯，落去啦咧就嘅把最細咧就嗱邊條就問我明㗎咯，問，所以就陣間應該都做咯，所以就做咗咧就做就 OK 啦，做咗就搞叉嘢嘅 drip 包咯，叉位 drip 包，and then 就未使清就叫我未使清晒啦，就換一膠啊，冇頭根，OK，so 頭根你我特別 maybe 都已經是到啲，你已經是到啲 hospital， 特別都清掉啲 hospital 教呢，我全部做得講，OK，所以就等陣我俾妹，個 hospital gown 是頭整阿妹開啦 ，OK， 阿妹佢開嘅，我早前前有時候我個小學是因為頭整夾嘅，因為我唔捌。哦，你話清佢對，你清到冰，我清到冰，我頭就清到冰，然後après咧我就接項冇，伊是。以前阿媽穿落去嗬，伊一堆嗬是穿沙龍嘅。OK，是穿沙龍嘅。伊是攞棍出嘅沙龍，還是你個記沙龍？攞棍出嘅沙龍。OK。攞棍出嘅沙龍，所以就穿下卡穿沙龍，所以就我個基本唔得吉，還能吉，我下吉掉。你攞棍拿嘅沙龍，伊人有上路冇河路，你走嘅時河路，冇河路啊，八得啊。你寫鬼嘛？所以有人講用鬼嘛呢，所以就沙落去啦，嗬，就那邊就就拄啊落去伊 operation theater 咯，伊推刀棒咯。有搞到鐵火爆冇？冇，即係你鐵火爆冇？你家姐 ？Just 妹呀，just 妹。唔好意思，講話要擔嘅，咁啦 ，please Brazilian。特別你做家姐，所以你家姐阿妹有甜哦，你家姐有毛啊？我家姐冇毛嘅，我家姐冇毛嘅。我時常間拿被浸過。哎呀，後面等人有毛啲家姐啊？No，別講嘅，別講嘅，你看出本啊？所以就我收我入去啦，嗬，就因攞棍講話咯，就講嘅嗬，跟住把最時就叫我。伊就人嘅冚到我嘅喙咁聲。哦，好咯 ，oxygen，後面好咯，你 count backwards。冇，伊count backwards，伊叫我蘇哦，我個基本唔知就是佢啥個。佢都唔知啊，哈。佢啥個？佢啊，佢啥個啊？嗬，就我所知影就是6點半啊。早起啊？冇6點半下晡。OK。6點半下晡就拿手術房。伊是講2點鐘嘅手術，應該是8點幾9點就出來嘛。9點幾我媽都緊張個，伊個無拄我出來嘛，所以我就緊張咯，所以就 start 問咯，就伊攞棍剛剛好出來，所以就伊就攞棍講你使你來看，做好啦，伊就拄我唔知去一個地方。嗰陣時我冇 recovery 啦，recovery 咁咯，所以就叫我請我就教我咪得講我阿線直接愛困，然後把嘴直接咧當咧，就把嘴冚冚我愛困，我基本唔知我請我有陣時我唔知我請我嘅，所以伊就講愛困所以我伊就講伊就教我咪得講幾隻嘛佢個看我情形啊，伊就教我拄我去我房間講。所以伊就出去咯，9點幾出去咯。伊到10點半，甲拄啊出，甲叫我媽得第2擺入去。叫我媽得第2擺入去，6點幾點時就已經請誒。
我已經叫我請我家己本特別就規身疼我迄陣時因開咗阿伯嘛，所以開咗阿伯，所以我感覺到我規個身軀疼就是要，所以就我唔知影要就是甲拍即個止疼藥啦，所以我誒手即點甲即點我出了點聲啦是烏青，烏青，所以就。就 after that 我叫我媽得掉了，我媽得就叫我就知我媽得就掉咯，所以我就 OK 我就講我真係成日別就俾別金，不愛講話，所以就嗰陣時就講OK 塞我去房間搞咯，所以就塞我去房間。on the way 到去陣時我本身係到去吧，我是整個規目睭成就是愛困就是所以就目睭冚。所以到到我起去啊吼，就叫我腳骨翹起來，那個翹起來乜咯？伊就甲穿嘅卡布咯，嘅 stocking 咯，所以就叫我媽仔出去就甲穿啊吼，伊就摸我啦，就無插手我啦，就講我媽仔會使了咯。老公講我嘅手術咧是袂使流汗，因為拿不嘛，所以就袂使落汗，所以我嘅房間咧就愛真正冷，所以伊就愛超過我 aircon 16度。哎呦哦，爽哦！我無感覺，因為吼，我無感覺到冷，我無感覺到咩物嘢，我感覺到規身疼就死了，所以規身成個拿互人成個好似浪掉呢，成個規身骨疼。互一等車。攏甲完了誒，規身聽甲了規身無怎個未形容伊嘅感覺啊。所以就我毋知影伊會無開大，所以我就感覺到我規身流汗，有咁樣流汗，所以我就有啦叫我嘅媽咯，所以我嘅媽就有啦看咧，就講叫佢pH reading 嘅咁多。叫嘅nurse 來看咯 ，nurse 講做咩房間一看水，就甲開大咯，嗰陣時。開大係咩？佢零嘅。開甲零嘅 aircon。當你開16度啊，唔係咩？我無開，就是我from一塞我落去from我房間塞落去 operation theatre 咁時候，我炒是炒20嘅。因為阿瓜，所以我就炒20。所以就起來點聲，人 nurse 們無注意到，無吵到，就我媽得叫了後就嚟看，伊講緊又無水皮，就看我，伊講我因為流汗嘛，所以就一看淡水就甲佢塞大拄大嘅一看咯，拄大一看就後我食特別嘅物件，因為我塞疼嘛，所以就伊就講愛塞等陣 ，OK， 等陣我 pause 隻，我咪讀對佢微娃娃係咪微娃娃伊會開到process 時，微娃娃你去到你關處了，你實你講你去你就去到咗 operation theatre 咧，後落個名安怎？伊就實去，hello 嚇，聽到？聽到。แล้วอีจะสักจิขี่แล้วเนาะสักจิขี่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อีจะสักก้องโอเคไลฟ์บลูไอแห่ทะเลไอ้ก้องบอลลูนมันจะก้องบอลลูนอะไรก็ได้名字啦嚇แล้ว呢個介紹我都聽要做咩啊？還是就草卵啊？超幾嚟？要講係你是ไอแห่超幾嚟？私人嘅，keep 住人哋睇你錄管佢。冇啦，而家你係你 nurse 啊，係你 nurse 就卡水管咯，แล้ว nurse 係ว่าชิว好事แล้วอี度講咯，等陣นี้họอีหลัง係你成家อี冇講係咪啦？總之อี講你係你物件你是 from 你手這邊接嘅，手是執這邊嘅，你使講下。哇！人嘅手腕啊，你知有手腕？唔知，是板機啦。哎呦，對啦，嚇？會
手位啊，你表話是唔是？你位是唔是？手位哦，都咩是格嗲嘅啲，格嗲卡落來淡薄。唔是啦，手腕啦。你位哦 ，wrist 位 wrist 啊，哦 ，wrist，OK，OK，手腕啊。哦，對啦，大媽講對啦，對啦 ，reset 位。 OK，咱这南西，咱这你講下，伊講是from 嗰邊，伊是 from 嗰邊，伊 from 嗰邊插落去嘅。แล้ว我是無通看啦，因為伊有一個物件正掉嘅。哦，伊成哦，即係藤下薄呢，藤下梨呢摘掉下。炸掉你看，特別你是切掉啦，薄你是炸，我切掉誒。你一般是有一條薄你是炸掉，咪好你看你會心臟啲跳誒，你。哦，伊咪死了，一啲呢嚇，伊叫你叫咩？伊 monitor 看到你心臟啲跳。哦。你看，你只 scan 了，你看你看到只紅公啊，成個成個人去照鏡嘅事咧嚇，人去咪食鏡，只清楚嘅你。你話，誒，我做嘅時候，我看到嘅哦。哦，以後你看。嚇，特別我是要係一個間，我知，特別是要多一邊頭整係。伊個界位一啲行嘅事啊，係咪個咧一拍嘢，你 contrast 係咪個？你看，我有通看嘅哦。哦，你成你 subscribe Netflix 嘅時候，邊頭整，你 subscribe Netflix 嘅時候，你到我邊頭整啊！你到我邊頭整要係一個戈登啊！你看你物件細細條薄，你看那咧會，像一個戈登啊，那是砍掉嘅。你話什麼講啊？我哋都有可能你把這個小小所落過你看。啊！你我知你做下面啦嘛，但係咪伊都冇需要好看，我呢嘛，我做時我看到講，哦，原來一啲件嘅時候 ，OK， 伊講講 ，OK， 但佢一陣起到時條筋啊，要特別講，但是我唔知我特別都咁 boring 嘅時候就困你，你伊無拍麻將喎，你咩咧？出自己你超嘛真聽啊！落個，誒，我插薄薄嚟哦。哦，你 catheter 係有時講啦，伊是我是度係你咪 femoral artery。哦，是你度係啲去。嚇，話為我是 from 這嘢隻手嘅，I anti-cubital 嘅。哦，that means 哦。brachial。我同你講，係嘢是 brachial。from 啊，it's from 你手嗰邊，it's from 你手嗰邊啲啊，哦，伊嚇，แล้ว伊嘅感覺呢？可是。有一條物件呢，嗬，是燙過你身軀你感覺到嘅。哦，你拉曬啲叮當，你手慢慢起你心肝。你會感覺到，你會感覺到講嗬，你燙手的對唔？你身體你肉嗬，你身體裏邊嘅肉有物件燙過嘅，你講你感覺。你係調。成個有面，成個裏邊有物件綁到你裏邊嘅咧啦。鎖到裏邊啊！你看了，你聽無？你拉沙聽？伊應該是有拍麻將，應該是有拍麻將嘅啦，我都冇聽。我拍到你，冇，你別，冇，你解話一邊接別嘅。OK，即係 logo 啦，就嚇啦 ，logo 嚟。你聽淡薄啦，特別唔是係我大聽，你看啊無啦。還是你心肝頭個聽，後尾個隻個聽掉，我同你嘛。聽掉誒。哦，所以聽都未記啊。聽掉咧嗬咧伊講OK，當今我 start 嚟燙咧嚇，你看啊，แล้ว我長嘴，flash 喎。哦，我未穿褲。แล้ว你個叫。紅險驚！我成日就講我係紅險驚。我講 doctor， 我冇咩嘢穿開哦，我梗係成日愛對嘢嚟講。嚇！你有個 experience 啊？我唔รู้ว่าเกี่ยวกับแล้วแล้ว冇啦，你講
抡者，把抡子做掉啦，做掉好抡一下，抡者，你想到 OK？哎呀，我穿咯，嗰陣時我抡咧嗬，咧一直做咧嗬，咧講 OK，當佢個跳，你閃過頭啊咪，個了個跳，誒，suddenly 一直痛咧，嗬，冇停咧，哦，誒，我俾問看，伊是安怎做係痛嘅？一拍一把一 balloon 膨起來了，一塞掉哦，所以佢一個了成 gather 掉，佢塌掉嘅隻位啊，一直去一件物件可以一做可以經可以開起啊，所以一塌掉物件會痛，是唔是？你看啊，แล้วก็แบบกินก็ว่า是有係 stand 嘅嘛，所以 stand 是成個是個 wire gauze 嘅嗰啲物件啦，所以伊會開掉你開見咯，嘛你去見咪被 collect 落嚟咯，咪被冚到堆咯。哦。OK， แล้ว你เห็นสิตัว pressure 擺落去啊，定款啦。伊是經可以開起，成啲擺塌個 lap 先啲經可以開起，所以變咗係痛起，是唔是？แล้ว伊痛起，你เห็นสิ你心肝頭痛，後尾痛都冇去啊。冇去啦，現時冇。哦，哇！現時就 OK 啦。你講 OK 啊 ，OK 個聽，我講哦冇แล้ว喎，冇聽แล้วอี閃過頭嘅แล้ว痛起啊，แล้ว冇聽แล้ว咯，แล้วอี就解釋咯，你講有攞掉會見嘛？一條呢是100%呢，你一定係佢 stand 啦 ，OK， แล้ว另外一條呢是較細條嘅，講本免係 stand 啦，意思有可以燙過咧，後咧有可以痛แล้วล่ะ OK แล้วล่ะแล้วเรียนจบ做係痛嘅嚇，我被這裡係จะไปจับอยู่痛是係咪？你จะไปจับ單隻痛，你就 restore flow，restore your flow，痛一條痛啊 ，clock 是塌咯，然後痛就是驚。驚。block อะไรเขา痛你ลองจัง啊，你 break up the clock or something 嘅時候，你叫痛咯。像是龍膠啊，龍膠就塌แล้วไป做係痛。龍膠啊，龍膠咧，有上邊嘅時候係痛嘅咯。OK。咧伊是安怎咧？伊是安怎可以？你成日講 OK，你 capillary 啊，嗬，唔是 clot 了咯，嗬，唔是有佢哋 maybe 有膽固醇啊，什麼咧，唔是隔了就塌了嘛，就所以伊 balloon 喎，伊是像啊真正幼嘅一條鐵線你看呢，but then 伊直勁起來那時，伊成個 balloon 啊，你看到勁起來了，我咧你 clot 嘅了嚇，你 clot 嘅了就痛起了咯。anh có tiêu mình kêu講，痛起了你痛起了你會咪起了咯？你等陣，你心嘅會見到它有唔是干那一種嘅 ，OK？Roughly speaking，你會分兩種 ，OK？Acute 真正 acute 嘅是 fresh clot，OK？So 你會定起來成個。你食會啲見起 ，OK 嚇，佢哋是第嚇，佢哋是第快嘅，所以佢哋是你做你會工課平常啊無條啲心痛個成個半死，成個你要死咧，你流冷汗咧，你會到你本時會死去，啊 ，OK， 佢哋是第咱叫 acute 啦，第快嘅，แล้ว即係微話第快就第快10年啊，叫啲風險嚟，啲風險嚟了，你一聽真正快來，一般是真正辣，你未想到你會就慢嘅款啊，你見到隻病嘅款，就企喺度睇到停嘢，啊，你會感覺。唔是干那聽，你知無？你嘅腦本感覺成個你會死，無你真正驚，甲你想你會死，因為即係安尼快就塌啊！你嘅身軀真正謝人，所以你嘅腦想講你會死。哦，是黐齊講啊！經驗安尼款嘅，有若是經驗安尼款啊，加了講上，伊人講。我想講，
我吞未死了。哦 OK，啊佢咧是 acute，真正快嘅，微娃娃嘅。你聽伊講啊，阿妹佢會變，佢會困，然後佢會困起來，佢會感覺，哎呀，我無爽啊，佢會塞車去你困樓，這裡是 subacute 嘅，OK，所以較濟這裡是唔是這裡新嘅血定啊？這裡是atheroma 來，伊慢慢啲DDA 啊，慢較慢咧。所以這類呢，你接起你個腦嘅啊，會話我冇聽到你講，伊人無學你做冇 license 啊，伊無學你一個化學學你嘅，好食藥，藥啊，藥啊，無拍針嘛，藥嚟，係咪嚟？拍針啲內邊你會去見一種嘅化學學你嘅定了嘅水去變做水去，一斤啊。要學你拍，要學你就實其實。啊，有啦，佢咧 acute 呢，伊是一項呀，你都會有 thrombolysis。他那係點啥呢 ？ambulance 嘅人本是會好做了。頂擺我做 junior，如果接起如果老闆接起如果老嘅時，佢咧點啥？你都會接起如果老一人較好，因為你學人，and 款嘅藥啊，你家己想啦。你嘅身軀有幾耐會有 blood clot 是好嘅 blood clot 是賣互你流血，你那邊你嘅 joints for example，OK， 你嘅 joints for example， 你那邊你嘅腦 for example， 你學安尼款嘅藥啊，你會無條啲開身軀那邊流血啊，所以真正風險嘅真正你都比較高啦，用安尼款嘅化學，特別係咧是學 acute 嘅。特別微話咧是 subacute 嘅較慢咧，所以人有點聲做 angiogram， 有點聲做 angioplasty。OK，angioplasty 是你吹伊個鐵線，接去交甲伊個接去個血管，交甲伊個胃上下嘅胃了，伊人會建議 ，either 伊人會本一個 balloon 開 stretch 伊個 atheroma， 可以 atheroma 破，了伊個血管加會擴。啊無伊人會做安尼款了，摻下一個 stent 是一個鐵嘅，像個 spring 嘅安尼款，特別那邊伊個鐵線嘅時，伊真正散，接起落血管嘅時，伊膨起來，伊膨起來嚇，伊膨起來，驗落血管開，OK。明白冇？你會我講就會講。所以我同佢話有食藥咯，我特別食下咧 aspirin 咯。aspirin 啊，伊無好你 clopidogrel 啊，伊無好你清血藥啊。清血藥。有啊，係你年嘅藥咯嚇，你會我不定啦。係咯。是係咪啦 ？clopidogrel 啊，是係咪 clopidogrel 啊 ？Plavix 啊。I think Plavix 啊，Plavix 啊 ，Plavix baru jenis. Ini sangat lembong dia, sekarang itu. Malah sama macam Brilinta, macam Brilinta. แล้วหรอเลยสี่ฮามิไบโซแฮกเซลอ่ะมันคืออะไร哦，你成日冇疼誒？係咪 bisexual 是你講 ？bisoprolol beta blocker 嚟，係你 blood pressure 啊？唔是啊，叫 blood pressure 加做好你嘅心被小快，你嘅心就快，做只浙江嘅數就突咗嚇，就浙江，แล้ว就借 oxygen， 伊特別有就借 oxygen， 所以買好你嘅 steam 好少借 oxygen， 所以就可以較慢。所以說你心跳唔係那快。แล้ว你 blood thinner 係咪名 ？Aspirin plus 係咪 glycine 係咪？glycine。對咯。
叫 glycine。了阿龍啊，唔是，佢話我阿龍是唔會困阿龍。mg 咯 plus glycine 咯 ，glycine 45 mg。好，這樣子啊，不是，這羅冠仔係咩羅冠？glycine 喎，冷冇用 glycine 嘅英國咧，冷冇用 glycine 嘅咧，最啲。會話我所以 aspirin 唔是，按照講係 blood thinner anticoagulant，血，按照講清血藥，唔是清血藥，是 antiplatelet 嚟 ，antiplatelet 是買好你嘅血卡結，唔是卡結，form clots 啊 ，because 血唔是水啦，就冇血是 suspension 啦，我唔記得講啦，血是水了，那邊有真正 cells 嘅，嚇，誒你看啦，你血到尾，但係點等嘅血未使，你未使何血停下，如果停了，佢了伊 cells 塌掉啦，塌掉伊 cells，就講啦，伊特別伊裡面就咱話紅血啊，紅血球、白血球，係咪叫到啲你血誒水裡面成個浪膠，你看你話伊儲藏血直行，咱若是講伊就塌掉伊儲藏血個啦，伊血個啦轉去啊，佢了人動物嘅血都俾直行，未使停掉嘅，若是停掉了，伊嘅 cells 個了咁白個啦，就尖咗啫，It will come out of suspension 嚇。你真係做杜血冇？伊人睇杜啊可以去熱佢就嚟電巴。伊拍到啲電巴了，伊人留意啲電巴走去，就冇咁樣姑娘對來，伊去啲會低了，咁了伊追啲點咩？啊，咁了去啲會低了，了你會伊做伊成個菜園咧，你會夾起來，佢定了嘅。差不多定啦，成個菜園啦，個大行是成個菜園。Gorilla mun dia itu huliang oh, Gorilla mun dia itu. 你就計個理就可以。唔會啊，羊血因隻就食羊血嘅，本是一隻。我嚟嘅，我唔知講什麼物件，我看到兩隻物件一隻，我講什麼物件講血嘅，伊個兩隻阿血是兩個一隻，本嚟羊血。羊血啊，Gorilla 冇隻羊腸子，有隻羊血。啊，上個啦，你特別係啲胡椒就真好食。你話話，我冇得個看到英國對個超市。嚟講下。你話話，你去做是但面，你不開過多，你不開過白行多嘛？我記，你不是去刮，你是刮單什麼哈？跟我想下。叫刮單咯。嚇，แล้ว即係我รา沙開，即係รา沙嘅伊上個無面上個開多นะ，喏，即係淡薄。你ราซาบ่มีสังกัดติงเต้าเลยคุยกว่าหน้าสิก็สังกัดคุยตัวฮะอันนี้ลูกบ่ซาก็ลูกบ่บี你食唔一คุย嘅ฮะโอ้ยลูกสิคุยอ่ะเลยตายลูกสิคุยจิตตัวหุ่นนะฮันตึงๆนะ唔是 no 唔是我就係你講嘅係你時嗬，以前啊係沙利坑啊，你講你嘛，近啊8年嘛。我唔是，我是而家是一粒的。哦，你切餅啦，切餅。一粒的，而家是嗱，佢一下咧，一日食。呢邊掛掉。嚇！我有試過18袋回掉。In a house。哇！我有試過18袋回，試款18袋。哦，就等呢阿姐，就等呢款。I think 有5 cm 你講咯。哦，冇講就等啦。嗰時冇講只等嘅咩？嗰啲係咪喺攞出？冇講只。你係咪數買做你 laparoscopy 嘅話嘛？你係咪數買做？你幾年你做事？講爛了。哦。你講你打去啲爛了。哦，特別 remove。Actually，你冇辦法講我聽了，就你我未記。你講我聽了，我未記。真係要安呢物件，要講reason 嘅依個原因係咩？即係一啲關係上面。你打啦，你打。條塔你擺得，就是 actually 你擺得整塔啊！塔就估啦，就放行。嘅時都冇講嘅係咩咧？誒，特別只係諗咪係塔嚟擺得。呀，咁嘅驚咯。
即係是我上 genetic 嘅啦，你會爸幹嘛有相冇食問題 breakfast，冇？冇食 breakfast。冇關係啦，食 breakfast 冇食冇 breakfast 表，因為當要就一人我你哋而家食 breakfast 冇食。冇可能。你時時間食 breakfast 數，所以同埋而家喂老公今晚冇肯食 breakfast，冇食乜啫，我突然都會特登食 breakfast。冇食 breakfast，你講即係佢冇關係啊！包啊冇你講，哎呀，我食米粉麵小姐。我頭先做咩食脆龜甲？肉了嘛？你講冇食龜哦，伊是蛇椒，到底打裏面蛇椒嚇？啊！你打裏面蛇椒咧，椒核掉你嘅小米巴肚啊！嚇，對，三百度。所以你是到底啲嘅。呀，真係的嘅。哦，你會掉個嘛？那是有，你會掉個嘛？有是，點解我得不是攞下我成嘅講嘛得？啊，你講。特別本身往 eject 嘅應該講 eject 出嚟嘅。誒，係啊，你是 single gene defect 嚟，所以你被 check 誒，呢是 multi-factor。冇，伊是講我俾佢 check 看看，有椒啊，袂到第一單，你會聽。你被 check 睇啦，有椒冇？真正做 ultrasound 呀，真正翻日本。來我做你拜幾？你嚟喂做做，你 ultrasound 咪算咩？應該點啊？我個車應該點？應該點啊？個車做。我講第件事咪就because我買得貴先點先啊，伊是坐啲西湯對面人，佢哋人就是冇嘢咧，就伊樣坐掉啦，我冇嘢。我去到邊個灣處點先？伊 already 啲我爸 already 更咗出嚟係塗骹嘢就，所以我唔知伊做咩屬於冇嘢就。所以伊去到老官處了，doctor 問我講係 postmortem 咯，係咯，我係點時我驚咯就係，我就講 postmortem 咯，就得有genetic嘅物件是我會驚咯就，我就講冇面咯，咪做咯，係咯我因為我驚，而且我驚，所以我咪做咯，我可以好嚟好去咯，係咯，逼好事咧，我係對邊樣咯，你記我事嘛，係咯，我舊一表個講就我表個牛嚟接落嚟，我馬是嘢出嚟下地之外，你俾地寫下你就。所謂估啦，地大我買十幾回就，一個哇條咗，所以呢度就極少咯。後來我估本是 something similar 哦，嚇，係咯，喂，二本是咗，喂，二本是阿咪管咧，地就佢冇青妖咗，所以我就講，表小弟子，我表兄弟講啊，唔知是唔是有嘢事情就是轉係啲，人隔了冇可能有事嘅，哦，伊是蝦米事？伊是唔是 aneurysm？有時老了紅咗，有時困未青妖咗。是 brain aneurysm，我有本事就試你佢了就百位碼，冇人去 check 咩？冇人去哦，你位表哥個即係阿姑啊，一早點知係咩事啊 ？because 有本事用咁平安咧，好穩。伊是唔是上個我隻朋友咪是隻少年20幾歲呢？伊困了嘛就冇請曉，然後就伊是 brain aneurysm 啦。都同驚，所以我自己未請嘢啊！特別我講唔是講路啦嚇，安尼看起來平安咯，我嗱曬都是困了，死期本是，佢是免拖哦，免拖，即係摩托鈴嘅聲，就嚟免拖。對摩托鈴，冇啦，我數本啊，我發現都出老虎。摩托鈴話你摩托鈴你講下你聲聲，一對嘅啊，你聲，The Clubhouse 啊，馬路 OK 咯，嚇，淡薄你講下，你講。我係我去 gym 時，我手河dumbbell 壓掉，佢啊，我係手腦仔吹氣，手仔頭呢，我猜冇掉係哦。然後好掉唔掉我唔得自己啊，好嘅是唔好啦。得自己動仔係你冇命仔。冇命仔係得自己啊，你試啊？啲臭啊咯，同佢。冇命仔是冇買啲地司機，冇超支嘅，超支嘅。正超是，仲正超是拜超。正超。OK，要正超啊 ？OK，了安怎？你去到了，你做掉嘅是。了我當然講我卡嘅女呢，我聽你講佢定住嚇，聽喂女喂，你大腿嘅喂，你嘅女去啊，當然，了你安怎你去到近處安怎？
講我負面講話。佢冷生。แล้ว你知道啦啫？咁啊就一條，等陣 mute 掉去啊，你未必internet 冇事。啊，佢就對嚇聊，安怎知道啦？聽啦，安怎 ？OK。哦，嗰樣我哋係直接是我係生日咯。啊，都條白表嘅。啊，條白表嗰樣，然後我條嘢我。應該掉點聲少成個碌架嘅骨喺你時候。哎呦 ，Oh my god！提高做嘛？嚇！我都冇跟一把呢，特別我到之嘛咧，看到自己看見點聲少，我講我看到吹對 I start 我啊，我頭時去啊。哦，你是 shock 啦嚇！你是講你就 shock。我是聽。了邊有人哦？好彩有人哦，無人可能我頭講到別項物件話啦，有人掠我咯。喲，然後搞邊咯，搞人搞邊都好多公司掉，然後叫那邊嘅 health service 人，然後人叫 ambulance 載我去載我去政府嘅咯，去到載到政府嘅，然後政府講有保險都去數錢㗎好啦，講數錢你馬上做好咯啊，伊講你政府嘅排隊等了啊。然後我去，佢有見到打電話叫朋友嚟載我，對伊架車啊，然後我個家己換車對厝站家才去迄個Glen Eagle 咯。啊，แล้ว你就在你已經學去啊，未結婚？冇結婚啊，已經是做 treatment 了包起來了誒，已經治療會啊，拍治療。伊是開刀啦，開刀是甲叫你去嘅數錢嚟開。伊叫我去數錢嚟開哦，唔是開啦，剃到對啦喺這裡。哦，你咪叫你翹你骨，但是講出去咪對個你翹一骨啫。我啊，包到那邊都對啊，都跟剃到對啊，骨吹到那邊個啊，當劍。啊，你不要緊嘅啊？啊？伊生到對啦，伊生，佢在。伊介紹一佔了8%。我看伊嘅件嚟講是無100%。哦，但我啲看答呢，係咪答係咪？我唔是咯。哦，你先對，你請 wireless headset 先。冇啊，我用電話直頭 direct 講啊，可能我線無水哦。你講我係咪揼？我唔知你講。我講應該是50%肯定咯。OK， 我去教點先是我估夾。我想講日隔了頭去 clinic 看老官嘛，了迄個人看到我講我手留掉去，伊講你頭去ED 哦，我去教 ED treatment 了叫老官來，老官講等陣阿妹會使做一種 operation 啦，so admin 咧佢operation 咯，對了就成個係嘛，係你頭嘅講嘅咯。迄個衫，哇，穿肯又唔對，穿肯唔對，穿一邊，頭仔又會唔知啊！我有白呢個路，我帶我白呢。冇，我穿頭前我看頭前穿，後背領，看後背穿頭前領啫。我都就係正面穿嘅，有你 hospital 是面穿嘅，佢都穿到都計衫嚟啊，加型嘅。頭前有年嘅衫就嚟了。快去 operation 嘛，แล้วอี部邊咯，แล้ว我就我แล้ว搞ไป去啊阿妹嘅天啊佢又嘅ตัวนอจี喺度對了。แล้ว又是拍把針拍到對你手下邊呢，就係你下邊呢啦，你冇困嘅嘛？對我有係咪人叫 cold spray 啊？伊冇加錢啊，我冇加我手，一天咧拍把針去啊佢，哇！伊拍把針我看到伊針啊嘅大機哦。因為 cold spray 有效啊！我俾妹咧，因為 cold spray 有效啊！伊拍 cold spray 佢後伊隔嚟拍埋嘅，我伊冇 cold spray 先。係，因為 cold spray 有效啊！你咪即拍針嘅時，你冇聽，你冇感覺。你本身係感，你會感覺伊係針無？你係感覺伊針無？淡薄。我知啦，你感覺淡薄呢？一做 ring block 啦 ，ring block 是一拍針是一邊了兩邊，
normal 病，伊家裡 normal 病伊8針啊嚇，然後對面本就8針淡薄。對，應該是你香港嚟講是羅餅，對羅，誒冇啊，一餅呀，冚超本下餅位，後尾超尾冇，有啲特別羅餅嘅，有啲特別有羅餅嘅，有可能你冇感覺，就伊第二刀伊你冇感覺了，是 ring block 嚟，แล้ว做了伊開家裡把戲，你未感覺不行了。對，到尾因迄個 operation 點先是你有係攞機沿線咯，就是講伊來 support 伊啦，咯。所以家裡也 good cheat，是冇幾耐 good cheat。冇啦，這裡你愛看，我會使 repost 看迄個 WhatsApp 位啦。你係到時你嘅這位啦，你嘅這個你嘅咩啊 ？Clubhouse 上面嘅 profile picture 呀。哦 ，OK。係WhatsApp 是㗎，OK，唔緊，我 try 下。WhatsApp YouTube 裏面看到嗎？有，你換你 profile picture，你其實經嘅時候應該，我咪先看到。就個有但把你特別嘅邊個都到這邊嘅，就是諗乜開過多過正。我冇有，我掉嘅事啊，後尾我去偷線時哦，我偷啊，我老公搞邊搞我偷啊，我失去咯，我看接到迄個名稱位啊失去哦，然後老公啊，我請嘅時啊一樣喎，Mr. 姐，我叫 Mr. 姐，我叫，你讀到赤講了，你驚會是唔是？因為我未當下中意聽啊，伊就是成個嘟嚟，成個嘟種嘢，我未當嘅。嗰啲。Is it shock 呀？ Is he going to shock 還是 sick 呀？我一偷線時啊，所以這是偷線時，但唔是冇好路多咩？伊冇好路多咩？踢掉係，你是講踢掉？伊叫我借咗名稱頂位個啊，แล้ว我小氣我頭殼惡青啊，我青嘅時啊，我看到我看到頭你想借老官嚟？I smell a lawsuit. I smell a lawsuit. 是你是應該點？你是講樣是較好是好你踢掉，所以你別แล้ว個頭尖啊，你做呢款嘅物件，我是較安全咯。冇，maybe 是上個講，哎呀，家裡有人會蝕未蝕嚇？有人會冇啦，你做呢款搭檔官較安全都可以踢掉，把扔掉啦是咁。แล้วอีสิที่ว่าลูกจะบอกขับแล้วอีตัวโตแล้วมาแล้วกับเว้ย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บเว้ยบูตาแล้วตกกันจะขี้อีดี嘅一座咯，使咩係平得上梅花鹿嚟係咪數都超緊隻眼掉啊！我講冇我自己。哦，你咪是其實咧角掉頭，因為上到去隻就下。係隻了跳翻，叫doctor嚟教，伊講。伊看對我國家 history 啊，伊講你看來說有淡薄，管你香港咯嚇，我淡薄是point something 嘅咯，decimal 嘅咯。咧伊講愛食藥，我講免啊，doctor，我一個三口啊，一個cholesterol 是舊年嘅咯。舊年 result 因為了舊年 result 啊，了。就啊嘛，伊愛開藥啊，有類嘅嘛，攞個做類嘅講，doctor 免啊啦，了後尾我講問 doctor 咩藥，冇啊，你對啉水個謝啊呢，我就對藥幾多嘅嗱，係啊，啉比較多。哦，了佢咪見咯，第二座時哦，佢去偷伊嘅 iron wire 點先時哦。老公叫，老公講都地好跳啦，有個人跳出嚟啊！係咩話呀 ？Kirshner wire KIRS。係咩是 Kirshner wire？是 support 你家裡嘅嗬？是伊個名啊！不，係咩意思？我伊個 purpose 用學家裡，意思做係用學家裡啦，成個 splint 啦 ，splint。OK。做一啲對。OK，特別是 inside 啦，就到南邊，你就俾你跳出嚟，可能，還是到啲個下包掉呢？呢啊，看人做啫。
可能考嘢話嘅看你小英啊，哦，因為條聽啊，你看你們條聽講點？嗱，應該點我你看伊個小英，我未看到。誒 ，Clubhouse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咦，我看我女啊，我已經，我看到我女啊。頭一時仲有，哎呀，頭一時我仲有個你。哎呦！係頭時又見咯，後尾我手仔變形哦。變架我朋友笑啊，喂，秘書啊，你手仔成個爛膠頭啊，嗱媽哦！哎咩？依家頭整較胖啊！我好你看，想無想都計。啊，你好看爛隻頭啊，嚟！哇！誒，我本來看本哦，interesting 啊！即唔掉 show 啊，即係 OnlyFans 嘅，即唔是本來學嘅嚟啦。OnlyFans 啊，落去除啊，你冇多領 OnlyFans.com/OnlyFans， 唔是 OnlyFans.com/motoling， 好路嘢咯，就 subscribe 啦，然後咪可能兩隻頭。哎呀，本一句 episode 㗎啦嘛，句 episode 冇講到話物件錯啊，頭佢講到兩隻頭。是啦，避會未使款嘅咩？嚇 ？Blood donation 未使款嘅咩？咩嘅？避會未使款，我唔是會攞啦，會攞。係啊，都 blood donation 嘅頭都貼掉，唔是咩？都貼掉啊嘛。Yes, of course。特別我是，because 就是說我 every 2 weeks 我是佢 donate 咧platelets 啊 platelets 啊嚇 platelets 啊，我 every 2 weeks 我去做嘅咋，我未使困嘅咋，一直一直做 1.5 hour 就係點情況嘅咋。冇像咯 ，platelets 都唔是你嘅 oxygen carrying blood cell， 所以伊人無驚你蝕去咯。什麼 platelets 無伊人無貼你嘅。冇意思講，伊叫伊袂使困，都被扯掉。啊，because 就是說，because 冇你一點情況，就閒嘅就說，我看嘅我就困去咧，all 車。伊阿諗彈咗就，一直就走過嚟講我你袂使困嘅，我啊做咩事袂使困嘅？哎呀，因為你土病嘢啦。不，阿龍，我 explain 同你聽下咩事 ？OK，because 咧，伊係咧 ，I think 你用嘅係咧 machine，伊係咧。要 cycle 嘅，要是買 cycle 嘅咯，所以有時話伊 alarm 彈嘅是伊愛碌地，伊愛你手地，所以咧 blood flow 會較水。OK，so once 伊 feel like 伊 ball 咧是你，咧伊 when 伊家己 blood process 是落面地咯。你未話咗線你都就，伊講啲物件搞出嚟咧嘛，伊嘢伊嗌物件咧，伊個氣到都啲回學到嘅嘛。對啊，你 process 你係頭顯起你真冇物件做咧，我知道困意啊，伊叫青灣攞刀就，幾拿刀就，叫青灣我未識困咧。如果你困嘅時，你冇地，所以你 flow 較慢嘅咯。伊冇實講，伊成日有危險嘅上面冇啦。對啊。你話要學你食係你 calcium 嘅 tablet 是 for 你 start 嘅嘛？對哦。冇，伊冇我食，伊個人學我連幾年。我覺得我地攞我未識 complain 咧，就變咗都學我食邊時就排斥下咧，就我咪講你食我唔我伊 suppose to 愛學你食即 calcium 嘅 tablet 是 because 伊係你係即伊 anticoagulant 啊嚇，伊係 bind 嘅 calcium 嘅嘛。我以前 drink 就伊學我是滾 drink。喂，伊 machine。哦 ，maybe 伊 drink 上面有 calcium 啊！伊我drink 嚟，伊叫我啉嘢你 drink 成嘅。哦 ，drink 上面伊買學到 hypocalcemic 咧，你會 cramp 掉。誒，飲你處即perioral numbness。誒，等陣我看每個別人啊姐，你咪是把佢就住人別人別佢 share 佢多嘅，告訴。等講了，我講啦。我開嘅我開開盲燈咯，阿老，讀法律係咪難講？就未知咩事啊？下面講嗰陣我講嗰時阿龍講啊，我啲時我都 confuse 啊。阿龍講啦，你講咯。阿龍貴呢啦，我時佢哋講我是真得掛配本是佢多啊，我是掛配本是佢多啲。啊對，佢佢哪刀？我佢個哪刀，我是掛爆配咯嚇。我哋行嘢就困咗，然後我咪實叫我鬼先掛，聽到我未唔知做咩事咗，把到真真聽咗，所以就聽起來咯，未記得有人教嘅話，
伊講我你開嘅起來，聽卡就被壓起來，聽卡壓起來，我嗰時聽卡都講嘅咧嚇，係你就是bằng等啊，你都得我聽卡我壓未起來，我聽卡我笑咗，所以我就哇，我怕聽過本，代表我未記是多卡是只卡，加卡。我是同話車見到罐儲咗，都結果佢哋南華耳邊啊，一個獨着腰住你泵嘅。哎呦！哇！我同你講，我未白車啫，我真係勤苦就摘股咧，我白我時啊，我就見下自己攞罐儲時，我就講我應該是bằng等暖啦，我被攰到，一看到我佢裏邊有白色啊，佢先掛嘅咧，講搬出嚟，你厝嘅人你講。我架叫我車嚟，你鬼我車過，嚟，借到嚟。學一浪啊，如果微微話揾落嚟。然後我好聊本咗，你鬼我車嚟，冇 family，一直到後我一直到灌做啦，而家我特別講見咩佢學咯，都特別休息性，以後我只聽聲困掉，第二次個佢到我佢到本時啊，厝裏邊冇人在嘅咧就，我就去佢到時，我頭時都學你幫理腰咧，啲人困嘅啊，我計見啊，就到我而家計見咁困咗未請，計見啊，就而家係 feeling 啊，就請阿偉，of course 阿偉記整成個位人就冇嘅啦，架帶佢會死啊佢講，係啊，出嚟啦佢拗啊，我請嚟事啊，我有咩話我話冇咧，做嘢咧。應該日嘅啦，而家你少個講笑啊，日嘅啦而家。你 scar 咧，你 scar？當然冇呀。當然冇，就第一年1 cm 呢，當然冇呀，1 cm 或2 cm。但面是 laparoscopic 呀，係是 laser 嚟，我自己嚟邊人開始嘢。係啦，喺裏面有出嚟就，我掹到出嚟就。係啦，呢個是刮一坑咧。嗰時日都200歲。呢是刮一坑係自己 straw 自己裏面掃出嚟。係，我一直棍嚟，係啦係有注意嘅。如果係客家嗰時日都200歲，我日都200歲，點啊？哎呀，你日嚟哦！我日都去。冇你日嚟過了。炒嘅多。咦，炒嘅係啲成都嘅啦，佢哋個飲到嘅嚟煮。我係諗下呢邊做嘅。我本有咯，伊本好我嘅 jelly 嘅咯，即係點我唔記得啲嘢咋？我好看咧，係我看，你是撥啊，你點呢？安尼啊，我看伊個菜人，哦，來開，bằng等啊，我啦，一個 delete 得啦，佢個我看佢得出聲啫。tapi ini kami suholu. Kami suholu je leh. Kami suholu. Holu lu be suami. 你攞面嘢嚟嘛？你成褲嚟嘛？因為學邊咧學嘅，你試學人看嘛？等陣我俾讓弟弟講我好 ，because 所以 automatic 嘛，就人出聲就是 show 咧嘛。然後嚇 OK。妖，吉利哦，300磅呢呢？有磅呢？哎呀，唔知啊，何路做咩鬼？係，你好啊，你是不是小生多啊？我冇小珍珠，我黑嘅啊，我冇有。如果雞你冇仔長啊，啲仔長咧係你坐裏邊啊嚇，要嗰啲 East End 出嚟花冇上嘅。一上嚟，一長石頭嘅，一長石頭嘅。呀冇。你係成股上架你係車，你看啦，你係 mechanic 啊。偷咯誒，攞 carburetor 同埋河攞嘅股嘅多堆咯。哎呀，哈咪啦，攞似鳥噃，可以鳥隻啦。嗰樣嘢半部嗌啊！我到，我嗱這邊馬來西亞即係攞啊，你 HPE sample is I claim 到堆嘢咗 ，especially yang 你會教嘅人啊，yang 有時yang做。你bisa 講 example 講 mastectomy 係係咪啊？嚇，因為 claim 到對嘅啊，所以人俾佢大嘛。Oh my god！ That is so fucking unnecessary。即係人冇上嘅教嘅，特別對。所以有陣時特別睇對啊，學燒掉啦，把到時是做隻大嚇，所以樣嘅辛苦做隻。OK。跟住俾燒掉啊，燒啲成都呀。係啊，梗係燒。我咪燒啦，而係燒多 store room 啊，是係咪？你咪燒冇燒成都誒，派佢咧。你講你做板啊？你家正解是你被撬㗎了啦。
啦，正常面啊，馬上有時啊 major organs 係。等陣，啦，我會教嘅朋友起來啊，會教朋友起來講啊，等陣。阿里巴巴起來啊。阿里巴巴歡迎，誒，會起來，等我看啲 hand raise 唔是啊？係咯。等陣，阿里巴巴嚟，阿里巴巴起來講啫。阿里巴巴是有投資到嚟嗬，本來學見。落音。冇啦，第二檔啦。聽過句有啊嘛？聽過句有啊？咩事有嚟？哦，有俾第二力，有俾我 the last topic 一直嚟嘛？哦 ，OK， 嚇，阿里巴巴嚟講就係想嗰時時會教嘛？我未看到伊啲 clubhouse 冇。對，特 clubhouse。Yes，是因那個 house 入邊。等陣我看伊麥開入去。伊麥冇開。阿里巴巴麥冇開嘅噃。等陣佢麥冇開咯，我諗看啫。走落去啲，走去因為拉布好應該是。哦，嚟咪簡單啫，แล้วก็真係嚟得對。攞話阿里巴巴咪開哦，有陣時拉布水時你咪未開。拉布水家己我都瞄嘅咯。攞看到我嘅，你看到我嘅今日節開啊 ，Hello， 嚟歡迎sorry 啊，頭先我有聽到講咱嘅朋友講會教嘅物件啦，但是有真濟是誤會咯。我人嚟講嘢都對本啦嗬，會使講我本無嘢本會使，我人嚟講嘢本我本是嘢教無講但個死啊，隔嚟監到就會無嘅啦。咁樣人係去小解你物件小解你估。對對，無關係咪食，本係咪裝舊本上嘛，冇理由嘅嘛對哦。你燒股伊本係臭嘛，本係歹嘛。特別你，是講你夾啲佢舊本是真正愛人自家清氣嘛，對唔對？夾，你說你夾掉咗你對夾去大聲啊？你成日開刀出來咩？我能夾去看咯，看刮係咪物件咯？開刀嗱個有血嚟講咧，我能洗個清氣咯。夾你咩狸貓啊，夾你洗去清氣喎，然後就夾去戴咯。夾去戴嚟講啦，我就盡量吹咧，馬斯之類所在啊，馬斯之類所在，古堡位啊，我能吹喺邊先在這裡頭啊。哦，所以免講成個人講特別參與辛苦係大嘅那塊面咧。冇一定嘅，嗱講你看，嗱講多到觀處啦，有嘅人啦，伊卡條刮成嘅，睇治療啊，係咪啊？伊卡成刮啦嚇，伊卡啦嗬，人夾都對啦嗬，本是夾去大嘛。哦，成大咧，唔係講夾去燒掉。冇可能我燒家，係啦，冇可能我燒家，我死了我隔嚟大嘛，對唔對？所以呢塊你物件你燒起來啦嚇，真正臭嘅嘛。對，你燒去成都本好啦嚇。你成都嘛？阿師郎，你回來你就回你成都就，哎呀，自己卡。冇啦，小一兩時候你都對，就講有真正嘅，formalin 啊，好lu，貴電啊，就 example 個以 example 就 breast 一啦，係多你米洛丁嘅嚟邊來咯，都或是可以你貴米洛丁對啦。可以貴米洛丁對，所以別炒嘅，類似 forever preserve 但是我能買本表記嘅嘛。哦，所以你教唔是講你講，我本是有開刀過咧啊。你講，我本是有開刀過嘛，我是開我巴魯嘛，我巴魯是會啦，會刮去，嚇會啊，會刮我有可能唔話牙斷哦，牙斷我冇牙。伊唔是我唔是講教人會教人就會牙，是唔是？我啲咯冇影響嘅啦，啫。哦，你是唔是看人有的人咧想看，有的人想看？你就講真正阿里嘅人嚇。伊人家對本好，伊唔是家去戴，伊袂戴之前啦嗬，伊得洗個清氣，洗個無血流啊，伊血啊無半行啦喎，啊對就家去戴咯。我人多數是吹咧馬斯嘅所在，還是古堡蘭嘅所在啦嗬，我人戴啲邊會較安全，是講無面啊燈啊，無啥無狗去屙嚟食係咪咯？
你若講大凊彩啊，款多啲路邊款大喎，迄個較冒險淡薄咯，你狗會去屙坑會食咯，對唔對？所以對我人本無好，對整體本無好嘛。是安尼款了咯。我是講愛betulkan，對 misconception， betulkan， ada asal就講咧嚇。誤會，愛好了解佢教嘅情形是安尼款對。你捌看過，你捌聽過人，成個人成係人講唔對，講被燒掉，個個你歸線了，個來去帶，你有看過人款做人哦？so far 無咯，無。你是講夾去帶？我夾去帶我捌聽過，燒掉我是冇聽過。夾去帶成日講你開刀啊嚇，然後行路對路啊，你夾去帶。我人會燒是燒蝦米物件咧啫？嚇 ，uterus。但係是嘅，但我有聽過燒掉咧是燒蝦米咧啫？囡仔出事喎，囡仔我亦大仔會講是唔是有一條過多啲嘢嘛？加條啦，打起啊，是迄個是有人燒。哦，迄個我捌看過。有人燒。阿嬤冇燒嘅阿嬤。呀，嗱講呀，佢哋是 for sentimental 其他部分嘅了咧，多數是也幾大咯。特別你買，你唔是講我上個有反掉，你會教嘅攞啦，係阿里巴巴。但是講你有啲人冇，成個講我買嘢嚟講，一般你唔是講有做唔掉嘅可能啦，唔是啊？冇啊。冇關係，本嚟冇關係，交教冇關係哦。意思按照講啊，交教冇關係，意思按照講係講伊即個物件咁我唔知啦，其他教嘅咧本是想嘅愛前期嘛，咱下面物件本愛前期嘅嘛，對唔對？咱在講咱嘅身軀嘅其中一部分啦嚇，有夾出嚟啦嚇。雖然有拍食無蝦米啦嚇，伊本久來本是會真正臭嘅嘛。對唔對？又拍又話好，伊會歹啊，真正臭啊。迄個臭咧，伊會生痰啦，蝦米啦，對人嘅身健康是無好嘅嘛，對唔對？所以講教本就教我人講按照講本是愛顧咱家己愛清氣蝦米，所以講款嘅物件咧，人就袂使燒。其實我人是無燒嘅，我人是一頭夾去帶，我人無燒過兩日，一日呢，我就夾去帶了。แล้วในมาเลเซียลูกคนช่วยล้อต้องไปหาลูเห็นตัวนี้เขาเลยอุญญาบุญญาฮะต่อเตะที่จะเป็นมือให้ลูกคนช่วยละออติตูเอเลเดี๋ยวมีลูกคนช่วยละก็ลูกคนช่วยเขาล้อ就係講咱冇，因為唔是講攞，嘛，有時嘢 patient 係有時有 request 講下講，咪話俾貼對。特別係是佛教人，你 not necessarily 是會教人，咪掉就愛拖到對你冇使啊。你會教嘅人，夾到對呢手法。會教人拖到對咧，是伊愛夾去帶，伊愛夾去帶，家己親手帶啊。OK，伊可以厝嘅人去帶啊，伊家己要在掉，伊就去帶咯。是啊，無啦，這是 surprising 是我跟你講我講嘅，講是我也未嘢對起嘅，是所以話樣是嘅是，我就先我有跟你講是本是會教嘅咯。我一講我樣是樣對所以話伊把所謂咧是你伊家被做只大做只大嘅，maybe 是伊。冇啦，有可能是按照有可能是伊叫伊夾到對嘅是講伊誒蝦米可能伊在講一兩日後伊就過身咧，還是已經過身咧，伊就所以講伊夾到對是安尼款嘅情形咯，梗係做到大嘛。嚟講冇嚟講，伊就喺另外家己大。伊是啥 like breast cancer 嘅 breast cancer 嘅 case 啦嚇 ，OK， so 伊嘛是做 mastectomy 嘅是伊伊 patient 家己係透過伊被夾到對嘅哦。特別有咧，即 breast cancer 有可能唔是教嘅事，有咧是成日你就 feel 就 attach 你 part of the body 嚇，尤其是
查某甲伊 breast 哦，有的人啦，毋是講有可能毋是講是教袂安尼款嘅，是 maybe 伊家己嘅 personal 嘅 wish 咋 ，individual 嘅 choice。我想一制者啦嚇，等有老公厝嘅人嘛。人即邊個會有老公厝嘅人嘛，對唔對？所以我問者啦嚇，嗱講囡仔出事啦，有你啊，我人叫有你安怎叫啦嚇，啷？placenta。囡仔出，我唔知成日叫有你喎，我人會教嘅啦嚇，我人有廿多噸嘅，我人有廿多噸嘅，廿條一嘢。啊，你講唔是會教嘅嚟講咧？唔是會教人咯，嘅。你咪如果老，你講唔是會教人。我人家咧，我就是講我家都對嘅，真真濟紅燒，真濟種嘅紅燒，伊人拖伊placenta都對嘅 ，gypsy 啊，正嘅 gypsy 啲英國啊 ，Romani 嘅 gypsy 啊，伊人拖伊 placenta都對，因為伊人哋食嘅。我知啫，定啲人咪是你見人你朋友名係係講到啲去招嘅，大兵嚇，大兵咪是。yang offer 伊食伊 placenta 個，I mean 伊白白伊有食，伊有食咯吼。伊有食。了所以有的人有啦，特別我人唔是食，嚇，攏是帶，還是燒帶啊？我人是帶，我人洗個清氣嘅去帶。係你我不跳過。當人是學 doctor setter 啦，當人是。所以有個人嘅行，即係都講一種嘅教嘅無常咯，我人是定咗一個對迄個，因為迄個是人嘅身軀一部分嘛。風俗，迄個是人嘅身軀一部分啦。我人嘅教是教我講啦，我人身軀是佢人嘅身軀嘅一部分，所以講袂使亂去掂，還是袂使亂去做咯，就使夾去帶咯。OK，人夾去掂啊，可能掂啊，成日講學老官處人夾去掂啊。等陣阿里巴巴講了嘅時候，應該將面交俾妹。阿里巴巴都講一聲。哦，所以一 line 個沒有事，佢就 come here。嚟到對哪啊？講了嘛？講了嚇。OK，應該將。我講了嘛，我講是講愛夾去帶呢咯。應該將個係。講啊，古早嘅香港等嘅人本是有安尼款嘅看法，因為你死人相信啊，你死嘅時啊，你會規身軀被，你若是好啦，你會規身躯被起去heaven 是安尼，被起天，所以你若是互人站你嘅骹啦，譬如講你嘅骹，還是你嘅手啊，你都無 complete， 冇安全，冇運轉啊，冇運轉了，所以伊人都無爽了，所以人古早嘅香港等有安尼款嘅關係啊，就是我未講安尼款嘅。咁唔是南西，你講你開多嘅經驗。我開一個拿刀啦嚇，我講提供一個。自控。你試試下，你試下。好啦，第四試咋試啊？我別做下咩啊？靠我。我別做咩？安尼當一個多聲，你靠我。靠我啊！啊多聲啊！我靠我冇啦，我已經撳掉佢哋咪啊。OK。then 以前咧背 MCO 以前攞年整嗰啲款，我就start。會幫到我耳啊耳卡真夠一粒物件，伊是個四粒啦，然後伊無咩會大，無差。你耳耳卡是得幾邊？MC 阿莫管你啊，就是耳往一粒嘛，咁無？你耳珠嗰情耳水有呀？耳耳卡呢？耳珠耳水咯耳卡。哦，所以到底阿莫管你位咯？就是你耳耳卡就咁啦。OK，所以到底你 neck 位啦，阿莫管你位啦。耳阿妹唔是有簽落去嘅。neck 咪有簽落去嘅，是唔是？你耳阿妹你幫你耳是有簽。所以你耳珠嘅後尾邊啊，簽落去嘅。後尾邊簽落去嗰邊㗎。你我頭幫掉，一粒。
到啲裡面，呢就啲配嘅是較深。新鮮嘅事咧，伊無講一啲內面嘅較深嘅。然後我大隻幫，我無想幫啲，我想講可能做下嗰陣咩？聽講，我驚，真係驚。啊，แล้ว先是伊是聽是無聽無蝦米，แล้ว搞個伊是兩三年前以前哦，แล้ว上尾搞個 MCO 嗰樣哦 ，MCO 嘅時候，伊會倒入去哦，伊淨會倒入後，我有淡薄驚咯。然後 OK 啦，大家愛看doctor啊，我本體是頭前嗰時無愛插伊，因為無倒入嘛，佫無聽，然後咪關醫生哦，去看doctor啊，吼，看伊講係無辦法啊，就俾愛開刀啊咯，知着。然後伊幫伊一看，伊講哦，即個是迄種嘅往嘅流，往嘅喙瘻，即個往嘅喙瘻是。salivary gland 哦 salivary gland submandibular salivary gland 哦，你是探只係事實啊？你是咁接唔記得啲流暖個邊整嘅？唔知喎，伊唔知喎。伊講即個是無啉膠水啊？哦，伊講即個發生我都別講嘅了，嚇，比如講真係 common 嘅，真係濟人講了，伊是安怎會碰起？就面是伊無出，了就聽啊。parodic tumor 就聽咯啊，聽呢邊講哦，就塌啦。parodic tumor 意思叫，跟住我幫我小英學你看啦，一變一個白氣咯，變一個白氣啊！伊講我講 OK 咯，開咯，冇做大力安裝，所以我就 appointment 就是下禮拜就做咯，你肯去做啊？然後伊特別我因為開刀我已經開過啊，我知伊不是了個了，但如伊唔知做咩 MCO 又唔係 MCO 真正麻煩咯，我愛做即個PCR test 啦，個了有嘢啦，真正麻煩咧，袂使有 visitor 啦，咪個了 OK 啦，不要緊走去。特別咧，我一直到伊嘅 test 真正濟，一定買邊，我定買開即個fibrosis 啲位即個 breast 呢邊嘅事啊，較少人開嘅事啦。我冇一個 test，即個 test 一有。OK 啦，有 MRI 咧，應該是 MRI， 我唔記得 MRI 嗰是 CT scan 啊，要幫 contrast 嘅。但頭先人講嘅幫 contrast 是 MRI 嗰是咩 ？No CT 加 MRI。攞嚟報 CT 有 contrast 嘅。CT 啊，咁幫嘅。即係嗬，伊嘅 contrast 伊嘅超咁幫佢，頭先潮出來都講咁幫嘅事，所以伊嘅 contrast 啲類超接嘛。一超bằng一針咧，就是加了藥，就是迄邊個針啊嘛，咁無 antibiotic 啦，個 strips 啊，加了迄邊個針嘛，調血個了本是有自己調啊嘛，哇！後來講迄個是聽甲吼，我本我知，伊成燒呢，係，伊成本啊冇，伊成燒嘅燒了，本咁迄個見個了吼，你見骨啊！主要不要緊，實調筋嚇，你規個手調筋㗎，迄個針接去，你看你垃圾，特別唔是針來，伊是 contrast 來，所以伊幫 contrast 伊照歪頭先咯，แล้ว照頭，แล้ว所以佢做 X-ray， แล้ว調血嗬，我特登有調血嘅度，特登有調血，特登嘅調血我唔知做咩事，伊就是隨便條歪喺嚟揾啊你，隨便條筋，你去筋，所以一擦個見唔見？一插真啊，10刀就插個第一種20刀啊！我一敲出來，這邊因為多少哦，因為大刀伊講你一定話 OK 啦，你啊無你插多少成，因為啲不嬲就是插正手嘅，我以前㗎了以前㗎了是正手嘅，因為正手健可能用看，一刀伊講我插多少較好啦，因為迄 nurse 本較好啦，一直接咧嗬，我直頭血，迄個筋哦，別嗰度直頭別去。別落咧，內邊就烏青咯，蒸啊咧，我用正手本真一直到本是白，小杯點正杯熬落啲，一隻骨料去 stop， 無法咧我白啊，因為我手真正痛，真正坑啊，然後小杯一請一個 doctor 來咯，即係係種嘅調血 doctor， 唔是 nurse 咯，佢傾有經驗，一來一刀過啦，哎呦，特別咧，因為我無啉水。我想講半啥是水本未啉了，人講我人講調血會使啉，我朋友講調血會使啉水，你去啉先，
啉就用甲用抽着杯，然後去啉水咯，然後食了物件，然後迄個 doctor 甲來啊，一抽就抽到咯。伊個 nurse 講，伊做了安尼濟年毋捌像我嘅 case 過，安尼濟針咯，抽袂着，幾若肯啊，4肯5肯來本袂，我迄時我比我開到較慘嘅，然後迄個是早節嘅。แล้วแกจี就去做，แกจี咯，แกจี等啦，迄個 normal 啦，就是你入去，伊較濟是梅魯嘅面苗咯，到你開到以前一直梅魯嘅，面苗，你愛死咩？你面苗，你做咩？啊，你讀到是咩樣咯？แล้ว伊是定講對我定，直到咧就，因為我無緊張嘅，我關事啊，所以伊就伊較濟咧是，甲你拍你針啊吼，你看伊手仔，伊是較濟無夠曬，你就死去啊！哈。困咗，แล้วอีเจ๋งที่到頂麥時咧，下家頂麥時我是按照伊教我放藥啊吼，我伊未放藥哦，伊教我講愛錄我入去第倒時，我毋知準備，我是真正先。要成我係 breast lump 咧 breast fibroid。要成跑路淡薄啊，有你成意思教你講，你愛啲愛困咧。無本。我做時係 IV 學話嘅時候，伊 IV 裡面已經有淡薄成啊。伊講你係愛困，特別你未完全失去個啦。伊講你愛困淡薄，你 relax 咧啊。แล้ว接佢哋都係時間幫我困去。頂麥藥是唔是會拎咧？我頂麥伊樣直直講梅我講，你愛下面哦，你一放一個貼哦，你放啊，一放一個貼是喺你熱烘嘅。放啲落去沙裏邊，伊隨行我講，你做咩？伊講，因為迄是開刀出來，你做咩？伊講哦，我驚你拎嘛，你喺度轉。我無哦，我同無拎都無哦，是唔是頂拎嘛？會 anesthesia 會做你過程不準嘅嗬。伊成個面是 actually 會拉沙拎，特別伊門會做你做慣咧，拎轉咯，慣啊！伊成你成個啊，真一慣咧。亂轉啊！波減啲都 OK 啊，你聲淡薄 raspy 淡薄都 OK 啊。未試過，咩數？因為掉白標嘛 ，finally 掉白標啊！啊，對，個影響。誒，特別我阿毛管開嗬是快，我阿毛管開是快個哩嘅啫。伊是愛伊用一開差唔多6寸啊，你看呐。你開伊有一個額嗬是額開嘅。開我阿冇管過你開個了誒。喲，你攞這是你困起啦，我吹到一間是真正有經典嘅老老罐。你冇買路啊？伊袂使撥我in下面，意思講，無啦，伊真趣味嘅咧，伊直直翕小影嘅，伊真暑假翕小影嘅。哦，你翕我都看下。伊看路時，伊講我翕路時下，伊翕阿冇管。特別你冇困起嘅咩？你困阿冇管嘅事。做了嗬，伊個吹，我冇困啊 ，before 伊翕成咯。出面，然後車咧嗬，伊個來看路時，啊個你翕小影啊，伊個就翕小影嘅就出面，伊個翕我阿冇管，然後看 before after，你看你就出面，我會使幫我嚟條膜去攝，好難看。你是正病啊多病？攞正病攞攞寸半。哇，佢大啦，你看到胖起來啦？一寸攞寸，安尼大咯，快大了。胖起來，而且呢時我照鏡已經看到胖起來啊！哦，特別胖掉是女女啦，唔敢食，下嚟面啊！胖掉是伊女女邊啊啦，動定定啊！你看呢？哦，我而家冇，我而家唔是，我而家外口朋友一粒，就個我細漢個大漢都是有，特別我唔知啥物嚟，我老公講唔要緊，我細漢個大漢都有嘅。你想一對女骨到底位，我是到底這邊嘅，這邊教我知，這邊嘅，到底位西本嘅位，我見到就一邊，一這年啊，我唔知，點解我本有9歲10歲就有啊。那你想一下未必啲啊？哎呀，這成八卦呢？係啦，嗰啲。我看咧，我想到我安怎食迄個面，迄個啥咩？叫咩？迄個sweet and sour，叫咩？迄個水梅，咕嚕肉啊！咕嚕肉啊！咁咕嚕肉就是。Oh my god！真食咕嚕肉啊，叫你哦！咕嚕肉是安尼咩？哦，快大粒本哦！
No，啊大粒無。到伊掛起是掛起係咩物件嚟咧？到底？OK，伊有一支手，伊有一支手。OK，2 cm，伊放一支手，我看2 cm。所以伊是掛起係咩物件？我快講你啊！哈，伊是係咩物件嚟？南西？伊講是一個白嚟咯，安尼看因為叫塌了嘛，佢哋吹落啲嚟扛一個丟塌去嘛，所以伊估伊嘛生一個條毛啲嚟噶咯。伊佢想入零頭呢，可能頭先個尖就當位。你無刮咧，伊是無險，但會做掉啦。伊講有嘅人是一粒蘋果呢大甲來刮。是。特別即係我愛梅蘋果掉，是我有影無刮啦，會變會危險無啊？梅真係愛梅。就是蘋果掉啊！伊大粒咪插伊啦，伊會危險無？蘋果掉嚇，伊會危險無？這是我冇聽到，這是 parotid adenoma 是係咪？啊是 parotid stone。parotid tumor。parotid tumor。伊是 parotid tumor 呢？伊無做 histology 啊，伊無試驗啲嘅 lab 啊。應該是有伊有驗，伊驗了是 OK 是 normal 嘅。伊講 benign parotid adenoma 是第簡單嘅tumor 咯，即係你若是無做半項，你袂蝦米事，特別伊會直大啦。所以伊嘅問題是伊大嘅事，唔是伊做好你蝦米嘅事。有毒啊？啥物？伊無毒啦，有嘅刀啊，伊本是下條路嘅 parotid，所以你一邊袂做爛，袂出爛，一邊袂出咯。伊本是伊真正話你嘅 facial nerve， 所以有嘅刀伊本是跌掉你嘅面嘅筋，你嘅面筋，所以你我想大人本是捌看到啦，你平常時啲你出去行嘅時，你看到一個老人。伊嘅邊啊，伊嘅邊有一個大粒呢，佢就是安尼嚇，佢就是安尼款嘅，安尼款嘅物件是 adenoma 來啦。So even though 未做好你無風險，未做好你死嘅時候，你是愛透出嚟啦 ，because 伊細是較硬透，你等到嘅伊大是較艱苦、較 complicated， 你未透是影響到較濟位，你會變嘅筋啊，是你嘅 salivary production。salivary production 是只要有筋嘅，你再無你食物件，是你特別會消化做你特別在條做夠熱暖，和你補嘅物件淡。若是無你食是真正艱苦。你若是講頭，你都唔知講伊是 benign 還是 malignant， 你咪是特別睇出來，但係實講你買開，所以若是你買開刀嚟講，加驗咯，你唔知是唔是 malignant 嘛？你若是講買開刀嘅人咧，會使摕 sample 嚟 biopsy，你唔知是 malignant 嘛？你會做 fine needle aspiration，特別你都會看係咪種嘅。係咪種嘅growth？伊人做 MRI 做 CT scan 嘅時，伊人 radiologist 是一搞嘅，伊人看伊嘅 pattern 啊，伊人嘅 growth pattern 可能是很咗轉。probably 較濟是一個唔是下咧呀，所以伊人看下咧information， 伊人家會知啦。fine needle aspiration 是真正硬嘅，你用一個針呀。即係小身嘅 straw， 縮起來，幾耐 cells 呢就夠熱了，伊人嘅看啲內面嘅刺激嘅時，看到是係咪種嘅 growth。OK， 咱講緊羅點正一開刀，講緊羅點正一你南西你講了 finish 你嘅告訴人嚟冚這 episode 啊。咁啊冇講啊，我問題是愛伊熟，每一時唔食咩熟。熟起來，咧伊講病，因為伊驚熟啦，不夠前期伊會生多短，所以特別開刀嚇。伊講較前期，伊愛 make sure 伊開個了，伊規個夾起來看咧，較前期無前期。伊講是熟吼，伊驚無前期，所以伊買，伊講第好是開刀。你咧當有 scar 啊？冇管你嚇，即係咧，無啊。
你甜啊只水啊，看不出佢多咯。安尼大咧甜，伊是黏的嘛，不如甜的嘛，無甜尖的嘛。無甜尖啊！你無甜也是吧？頭早豆嘅講啊，一把個老講豆嘅我講是第一招啦，把啦，第一招愛一年間兩年把個完全無。無我係 case 哦，開刀嘅把，比如說我開炸幾刀啊嘛。我唔是開刀吧，我是卡班，我是卡班吧，嗰個吧，因為嗬，老公甲講我係 case 啦，even 都開了多嗬，我本是，開了多嗬，伊講我伊未治療了，因為嗬，你係 nerve damage 了。所以講我我是我卡仔小妹自己是吧？我本身我卡仔第一自己，我識三支嗬，我識三支嚇。我小妹自己把本把你都卡實幾啦？別好啊，究竟點樣無好過？無好。我係 agent 我已經年幾啊？無好兩年啊。我係 agent 搞上塊嘅 case 哦，伊是多手嘅卡，多手嘅卡。多卡嚇。你講九百個18。九百個18。特別無聽啦，當你家隻無聽咯。我兩年半了。哇！你南西你是做啥物？你是開你有骨本咧？我這裡開刀幾後咯，了我係唔是有骨，一般是會影到我係卡。影響到你 nerve 啦，我隻卡邊個小妹影響到。所以你開阿毛管咧，影響到你卡。小妹一個卡仔。影響到本我卡小妹自己卡仔是咪？到馬路兩年半了。是無感覺嘅。是完全無，還是特別爸仔啦，特別。OK。我是唔敢俾流退，因為我俾流。仔條幫白路。我唔使講聲。即你講。Clubhouse 上面，Clubhouse 我 because 我用 Bluetooth 所以就特別 delay，特別 Clubhouse 啦。我係是我咧是when 我更加開點聲就加講喺伊講嗬，因為我是因為我本是無到一個月就已經發現到了，然後就已經去做咯。伊講嗬，你本是相反嘅，你本是會有即 side effect 嗰啲。然後我唔敢俾流傳嘅嗬，俾流傳嗬，我就係增加壓仔嗰種嗬。你驚講你徛無穩？因為我無垃圾，因為你我係卡仔甲我係卡班吼，無垃圾。我唔敢背講這句，我無論係一背吼。你驚講你巴肚？是我係增加溫了甲背。OK， 感謝各位特別嘉賓啫，拜嚟咁講開刀嘅經驗，高仔開刀，頂到咁講過開刀啊，頂到是講我開刀嘅經驗，頂到就嚟差唔多講下，頂到我開刀嘅事。維娃娃。維娃娃，其實是講刮打係維娃娃啦，當講陣間攞點貴正啊，講佢都冇人正日講啊，喲，咁是啊，刮打，人刮打是，即成啊，即係Clubhouse淡薄 delay 你講嚇對，Clubhouse聲淡薄 delay 你，我用 Bluetooth 嘅數，OK 啦，講個這邊先啊，禮拜咱來再見過希望有人禮拜過來收聽新嘅話題啊嚇，我佢講咩 Clubhouse OK 你很爽，我零咁禮拜再見，拜拜。